这是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18号，公元2018年6月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重申中间道路政策为现实主义方针。司政洛桑桑格表示，喜马偕尔邦是印度花园里的玫瑰。美国国务院宗教信仰自由报告指出，中国限制西藏宗教自由。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谴责中国当局对扎西文色的判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5月3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接见了参加第1届中间道路国际研讨会的数百名与会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实际的方法，也是对西藏和中国都能带来互换双赢的政策。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中间道路的精神是本着和谐与妥协，通过对话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互换解决办法。西藏人民不是在争取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与会民众指出，中间道路政策经过专家学者讨论和仔细观察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我们已竭尽全力与中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但最终在1959年，我和我的内阁不得不选择流亡。流亡后不久，我们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并征求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的建议。此外，嘎夏还与许多学者和专家就如何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并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讨论。结果，在1974年左右，我们决定实行中间道路政策，以寻求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藏人流亡异国他乡后，第一次回头与中国建立接触。尊者指出，在80年代访问西藏的代表团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加强了境内藏人与境外流亡藏人之间的凝聚力。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最重要的是中间道路政策已得到许多中国学者、活动家、作家和公众人士的认可和坚定的支持。좀 이 뒤도 참을라게 간주 우매람 사대 겹쳐쳐요래. 콘주에네 강나 숑기 벽 탈이죠. 시주 진시부터 견주셔. 간주 때 우매람 사대 겹쳐쳐쳐. 저서. 자, 뒤에 인도산에 강나 숑 내주카가래. 강나 매마 신윤찬 시 뒤도 나로라. 간주 벽에 가서 튼쇼 써야 돼. 개심 사도가 당等아주 첩식을 통해 우매라면 써야 되기 판도修穷되어래。另外，上周四5月24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以首席嘉宾身份出席了在达兰萨拉附近迪维纳达度假村举行的沙马斯特巴拉特2018卓越贡献奖颁奖活动。该活动由沙马斯特巴拉特新闻杂志主办，旨在表彰为印度社会福利和发展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约44位来自不同行业，包括健康卫生、媒体、心理、建筑等领域里的杰出人士荣获奖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发言时表示，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藏问题的鼎力支持，西藏人民将会铭记在心。在谈到喜马偕尔邦，特别是达兰萨拉人民在过去60年里热情接纳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时，司政表示，喜马偕尔邦，特别是达兰萨拉这座山城，在过去的60年里热情接纳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印度如同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喜马偕尔邦是这花园中盛开的玫瑰，与我们分享了它的美丽和芬芳。
司政洛桑桑格在谈到当前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时表示，西藏在中国占领下局势日趋严峻，西藏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司政还向与会者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对古印度丰富的知识钦佩，以及尊者为复兴古印度智慧所做出的努力等。此外，美国国务院于本周二发表了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批评中国当局持续控制和打压包括西藏在内的宗教信仰自由，干涉西藏佛教寺院的日常宗教活动。5月29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强调，中国当局持续打压和限制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干涉西藏佛教寺院的日常宗教活动。报告指出，2017年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自由状况极差，其中中国、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特别糟糕。报告再次把中国列为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强迫失踪、身体虐待、未经审判而长时间拘留，以及因宗教信仰而进行随意逮捕等的问题依然严重。报告还指出了中国当局对政治敏感事件和宗教周年纪念日的压制，干涉西藏传统宗教事务，如禁止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制度等。这份报告还讨论了西藏的资本抗议浪潮，中国当局强拆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以及驱逐上千名僧尼等问题。报告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官员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比如中国政府拒绝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对话，拒绝美国外交官和其他相关人士进入西藏等问题。报告强调，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国当局尊重对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问题，并允许藏人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拥有维护、实践、行使和发展其宗教传统和语言文字的权利。报告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审视对西藏的错误治藏政策。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上周五，5月25号。法国参议院国际西藏信息组织也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西藏语言倡导者扎西维瑟非法判处5年有期徒刑。国际西藏信息组织主席米歇尔·雷森先生和该组织成员在其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对扎西文瑟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审判结果深感震惊。作为捍卫人民权益的代表和成员，国际西藏信息小组的所有成员对中国当局对保护和提倡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维权人士以政治为由定罪而深感遗憾。声明还指出，面对似乎将民族团结视为同质化的统治模式，他们坚持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领土上，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权利。声明最后指出，因此通过这一判决，国际西藏信息组织希望警惕维护藏人民众的身份，并相信这个身份受中国的保护，这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